你哋成日話要揾啲平靚正嘅溫泉入戶嘅別墅啊嗱，今日揾到啊嗱，精裝修200萬嘅總價就可以攞低一層3層嘅獨棟別墅啊，有天有地有花園啊嗱，而且30萬嘅首期6000蚊月供就可以輕鬆攞低啊嗱，而且係精裝修現樓啊嗱。入門仲有溫泉入戶嘅泡池啊！呢個溫泉水嚟噶，使乜去其他地方浸溫泉啦？自家都可以浸溫泉啊！呢個位置就車庫位置啊。咁車庫入嚟仲有一個我哋嘅房間，送多你一個我哋嘅洗衣間啦。哇，啱唔啱你啊？再睇睇我哋嘅大廳，感受我哋60平方嘅大廳啊嗱，精裝修交樓啊，所見到嘅都係交樓標準啊嗱，啱唔啱你嘅 feel 啊？哇！住喺呢度真係舒適寫意啊！人生沒有避風港啊，別墅才是真夢想。我哋再睇睇2樓啊，精裝修交樓啊嗱，我哋嘅樓梯級都係交樓標準，同埋洗手間所見即所得啊嗱。呢度有大巴直接返香港太子、荃灣、東涌、尖沙咀，仲有車返我哋嘅澳門啊！啱唔啱你個 feel 啊？呢度2樓係全贈送嘅2間房間，呢間房可以做埋我哋嘅。卡拉 OK 房喺度做埋我哋嘅麻雀房都冇問題嘅，日日都可以唱歌啊啦！卡拉永遠 OK 啊啦！再睇睇我哋2樓270度嘅景觀啊啦，可以望到成個湖景啊啦！平時都可以落去撐下艇仔啊，感受下別墅啊嗱，真係人生應該擁有一套別墅噶。我哋再睇睇我哋3樓啊，別墅實在太大啦！哇，介紹呢個別墅。如果擁有佢，真係一種人生贏家。呢度係3樓主人房啊，望到個景觀啱唔啱你啊？住喺呢度可以浸下溫泉啦，遠離城市嘅喧嘩，感受下別墅嘅人生。總價200萬，首期30萬，月供6000蚊就可以攞低精裝修嘅3層嘅獨棟別墅啊啦！啱唔啱你嘅 feel 啊？有興趣嘅評論區留言，我 send 資料俾你參考下。